我真係有少少驚嘅，驚唔驚啊？對住呢幾號女，我有冇得輸啊？嚇！大聲啲都好似冇乜信心，我真係俾啲女人嚇到。冇得輸啊！嚇！對住呢幾個拗烏，我有冇得輸啊？贏啊！贏硬啦！唔係我真係驚驚地喎，真係。可能你整多條女落嚟嘅叫白韻球。咁呢個九龍西就真係全部一路向西 ，OK？ 九龍東嘅我而家諗下走去揾陳啲，叫阿達靚仔先嚟迷惑呢幾條女，起碼佢後生啲啊，係咪先？嗱，無論點都好，希望大家真係嗱，而家過咗選民登記㗎啦，你未登記做選民就冇得救㗎啦，係咪？咁你可以幫我哋做義工，幫下手，我哋係需要大量嘅人手，我哋唔係好似民建聯、工聯會有阿爺，佢一吹雞嗰個選舉機器係好得人驚嘅，教會啦、工會啦、黑社會全部歸隊嘅。咁得人驚嘅喎，連教會都俾共產黨搞掂喎，黑社會唔使講啦，因為共產黨係最大嘅黑社會，係咪？咁你最大嘅黑社會搞嗰啲細嘅黑社會啊，咩和物好易嘅啫嘛，係咪？係咪？教會咧仲有。工會就共產黨起家嘅，所以工會、教會、黑社會三個會，全部搞掂，我而家話俾你聽，係咪？有的是錢，我哋乜都冇，乜都冇，要人冇人，要錢冇錢，靠嘅就係一股赤膽忠心、義氣，為大家服務，捍衛公義，爭取呢個最大100%嘅民主同埋100%嘅言論自由，請你支持我哋好冇？我希望咧，即係以後我都唔使揸住個咪喺度嗌啦，留翻俾呢啲後生。我哋人民力量今次參選嘅團隊，如果冇咗黃毓民同埋陳偉業，平均年齡唔會超過35歲。OK？呢兩個老嘢繼續一路撐嘅原因就係、我哋希望可以母雞帶小雞，帶住呢班年青人殺入呢個立法會，要佢改朝換代，踢走偽民主派，打倒保皇黨。咁你知邊啲係保皇黨啦？係咪？係嘛？工聯會啊、民建聯啊嗰啲係嘛？貼住個共字喺度㗎啦，係咪？而家呢咁嘅梁振英未登天子位，先自殺人數，日日喺度兇我哋。呢輪俾我哋係咁插佢之後咧，開始有少少收斂。琴日喺個即係佢公開活動裏邊咧，我哋會配合呢個立法會所有大大小小嘅會議。早幾日仲話你咩事務委員會又開會，財委會又話要拉布，係嘛？以前都唔係咁，你變相拉布阻埋我呢個5C14局喺度炸營。但係你都未做，你加咩型咧？你要開委，多2個局長、2個副司長、多2個副局長，多咁多人，你要開委。你係咪要嚟立法會嘅人事編制委員會？你係咪要嚟立法會嘅財委會撥錢咧？你估你係大陸共產黨啊？真係，係咪？你嚟到立法會，我作為一個人民嘅代表，我梗係代表民意。去監察你，睇你有冇亂使錢、亂開位，啱唔啱啊？係咪天公地道啊？攔你！即係好在啊，曾鈺成剪咗布咋，唔係我可以喺呢度同你講5C14局，你實唔使至7月1號出現。不過我哋而家都唔會輕輕放過佢，係咪？我哋都會利用我哋喺呢個會期僅餘嘅時間，喺6月20號。5C14局嘅決議案送到嚟立法會大會之前，我哋都要好似用顯微鏡咁嚟照佢，照得清清楚楚先俾佢過關，好冇？好。呢啲就係個立法權去監察呢個行政權，係香港制度許可嘅。有啲人話：屌你搞咁多嘢，人哋個新政府上場7月1號冇5C14局，咁點辦啊？咁我話唔通個天會冧落嚟啊？嚇？會死人啊，係咪？咁你咪照舊咯，3C12局有咩問題啊？你有心要起工，我咪起咯；你要派錢咪派咯，係嘛？而家有2萬幾億喺庫房，睇你梁振英點樣用啫嘛。所以對於呢隻狼，
經過前面呢2、3個禮拜睇佢日日喺度亂噏，我就發覺呢條友3個字叫做冇料到，4個字叫冇撚料到 ，OK？ 李光話事，李光高，全部都係爺話事，呢係一種惡形惡相，所以我真係好 happy。我一諗起第日有機會喺立法會操質嘅，我已經好 high 㗎。係，飲醉酒嗰樣你睇下曾蔭權咩下場而家？而家東方幾乎日日都想揾 ICAC 拉佢坐監咁滯嘅。哇！咁激動！我之前我講過啦，嗱，我而家舊年7月1號俾人示威俾人拉，咁我而家係首被告非法集結、組織非法集結、明知非法集結有非法集結，咁3條罪啊，係嘛？咁啊6月中咧就上法庭啦，又預審啦，跟住排期啦，咁跟住要選舉咯喎，都唔知佢會唔會爆音，好似佢咁拎咗我入去，係咪啊？不過唔驚，各位。呢啲咁嘅所謂司法機關會淪為政治工具，呢種可能性係存在嘅。當如果香港嘅司法機關或者香港 ICAC 都淪為政治工具嘅話，香港就玩完。所以我哋只能夠靠自己，最後一口氣。咁我最後一口氣都要靠你喺後邊泵先得嘅，大佬係咪？你關人隱事4個大字，聽完拍下手翻屋企，咁我咪仆街，跟住喐埋我哋支持你，你死啦！冇意思喎。咁冇意思啊嘛，大佬係咪？即係我哋而家所做嘅嘢係為咗我哋嘅下一代，亦都為咗香港人最大嘅幸福，係嘛？鼓其如玉。我哋年紀有翻咁上下，可能做多1屆半屆就收工，但係我哋可以轉戰其他舞台，教育啲年青人。呢啲後生仔，我哋係咪要俾機會佢啊？係。皇上行出嚟有冇氣魄啊？有冇霸氣啊？如果佢做立法會議員正唔正啊？正到冇得頂啦，係咪啊？咁所以大家聽完咧，就好似廟街嗰啲咁咧賣藥咧 ，hello， 嗱呢個咧就去咗台灣翻嚟嘅，呢個嘢你睇佢樣好似疏疏地，其實就好正常嘅 ，OK， 又係我啲 fans 嚟嘅，佢一見聽我就咁跟幾廿歲人 ，OK， 好嗱。我哋希望大家嗱，我哋有啲單張喺度幫手幫我哋派下，仲有咧有啲錢箱喺度，你意見，議事支持我哋，好唔好？多謝大家。